2026年6月26日，申命記第31章1至29節。摩西又把這些話告訴以色列眾人，對他們說：我現今120歲，不能再照常出入了。耶和華也曾對我說：你必不得過這約旦河。耶和華你的神要親自領你們過去，從你們面前消滅這些國的民，使你們得着他們的地，照着耶和華說過的。約書亞要親自領你們過去。耶和華對待他們，必好像從前對待他消滅的亞摩利人的兩個王西宏和噩，以及他們的國一樣。耶和華必把他們交給你們，你們照着我吩咐你們的一切命令對待他們。你們要堅強勇敢，不要害怕，也不要因他們畏懼，因為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去，他決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摩西把約書亞召了來，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對他說：你要堅強勇敢，因為你要和這人民一同進入耶和華給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要賜給他們的地，你也要使他們得着那地為業。耶和華親自在你前頭行，與你同在，他決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驚慌。摩西把這律法寫好了，就交給抬耶和華約櫃的利未支派的祭司子孫和以色列的眾長老。摩西吩咐他們，每逢7年的最後1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住棚節期間，以色列眾人來到耶和華你的神選擇的地方朝見他的時候，你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把這律法宣讀給他們聽。你要召集人民、男人、女人、孩子，以及你城裏的寄居者，叫他們可以聽見，叫他們可以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謹守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也叫他們還不認識這律法的兒女可以聽見，使他們在你們過約旦河去得為業的地上生活的時候，一生學習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耶和華對摩西說：看啊，你的死期臨近了，你要把約書亞召來，你們2人要站在會幕裏，我好吩咐他。於是摩西和約書亞前去，一同站在會幕裏。耶和華在會幕裏，在雲柱中顯現。這雲柱停在會幕的門口上面。耶和華對摩西說：看啊，你快要和你的列祖長眠了。這人民要起來，在他們所要去的地方，在那地的人中，與外族人的神行邪淫，離棄我，破壞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到了那日，我必向他們大發烈怒，離棄他們，掩面不顧他們，他們就必被吞滅，並且遭遇很多災禍和患難。到了那日，他們必說：我們遭遇這些災禍，不是因為我們的神不在我們中間嗎？到了那日，因為他們偏向了別的神和所作的一切惡事，我必掩面不顧他們。所以現在你們要為自己寫下這首詩歌來，教導以色列人，放在他們口中，
使這首詩歌成為我反對他們的見證，因為我把他們領進了我向他們的列祖起誓應許的地，就是流奶與蜜的地。他們在那裏吃飽了，發胖了，就必偏向別的神，侍奉他們，藐視我，破壞我的約。他們遭遇許多災禍和患難的時候，這首詩歌就必在他們面前作證，因為這首詩歌必不會從他們後裔的口中忘記。其實我還未領他們進入我起誓應許之地以先，他們今日心裏所懷的意念，我都知道了。摩西就在那一天寫下了這首詩歌，教導以色列人。耶和華吩咐嫩的兒子約書亞說：你當堅強勇敢，因為你要領以色列人進我向他們起誓應許的地，我必與你同在。摩西把這律法的話寫在書上，直到寫完了。摩西就吩咐抬耶和華約櫃的利未人說：你們要把這律法書放在耶和華你們的神的約櫃旁，可以在那裏作反對你們的見證。因為我知道你們的悖逆和頑固。看哪，我今日還活着與你們同在的時候，你們尚且悖逆耶和華，何況我死了以後呢？你們要把你們各支派的眾長老和官長都召集到我這裏來，我好把這些話說給他們聽，並且呼天喚地對他們作證。因為我知道我死了以後，你們必完全敗壞，偏離我吩咐你們的道路，在末後的日子必有災禍臨到你們身上。因為你們必行耶和華看為惡的事，以你們手所作的事惹他發怒。讓我哋一齊禱告，立志讀經。慈愛嘅天父，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哋展露你嘅心懷。你向我哋所懷嘅美意係何等眾多而寶貴，看似完美嘅事物都有佢嘅限制。而你嘅命令卻寬廣無限，求你開我嘅眼睛，讓我看見你話語嘅奧妙，好使我每日靠住主耶穌基督嘅恩典，喺聖靈嘅引導之下，閱讀同埋思想你嘅話語，並且一心遵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更虔誠地愛你，更緊緊地跟隨你。以上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